Welcome to Smoothie for the Mind， 让我从生活和文化中替你调制一杯心灵思慕席。你也是喜欢阅读日本文学的人吗？如果是的话，那也许你也和我们一样，深深着迷于谷崎润一郎他作品中的虐恋还有唯美，又或者远藤周作他作品中独特的宗教视角，可能让你受到一些启发。对于像我不懂日文的人呢，能够透过出色的译作享受这些经典作品，就是人生的一大幸福了。所以今天的思慕席的访谈，非常荣幸能够专访的对象就是林水福教授，他是这方面的超级重要推手哦。在译作、著作等身之外呢，研究教学也是有数十年的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曾经担任驻东京台北文化中心的主任。那我今天呢，还邀请到了一个助理小天使。对 ，Hello， 我是孟哲，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人，很开心今天又来心灵思慕席插花了。对，那我今天呢，也作为林教授的这个书迷粉丝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访谈。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林教授家，在这个藏书环绕、书香满意的环境之下呢，可以听听林教授他的生命历程，和我们分享一下翻译著作还有健身和书法的心情哦。没错。林教授好。慧茹好。林教授好，我是孟哲，今天的助理主持人。是，对，那林教授，刚刚我在引言的时候有提到啊，就是您有这么多的译作，但是在接触日文之前，您是从云林这边来的孩子，对不对？对。然后来搬到埔里，是怎么样让你喜欢上文学的呢？埔里不是在搬到埔里之前，我是在云林二人乡打牛栏村。打牛栏村，两位知道吗？宋祖来有一部小说很有名的《打牛栏村》。哦。打牛栏村写的其实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打牛栏村。是。那里因为以前这个春夏的时候，这个泥泞地啊，就这样下泥泞地。那时候呢，这个种很多甘蔗啊，牛车甘蔗收成以后。这牛装在牛车上，牛这个要拉着这个牛车，但是经过泥泞地的时候呢，就不好走，所以要打牛，让它这个对打牛栏村是这样的。那我小时候家里当然就是做务农啊。说实在的，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课外书可以看。而且我们那村子啊，这个有订报纸，真的寥寥可数。不过呢，我因为小时候。大概从小学5年级还6年级到初中3年级啊，都住在我小学老师廖万英老师的家里。他家里呢有订一份这个联合报，我还记得很深。那时候有一个专栏叫林叔叔讲故事，其他的我大概不看，林叔叔讲故事呢我都会看。后来呢，这个初中的时候，我那个老师的妹妹啊，念这个景美女中。景美女中当然这个文艺气息就不一样，她有时候跟我通信啊，或者寄一些文学的东西给我。但是我想可能喜欢文学。对了，还有那时候她暑假会回到乡下来，那就会借我一些书，我有一些这个书啊，那时候不管看得懂看不懂一些所谓世界文学名著嘛，其实是她那时候借我看的，就是一种启蒙这样。说启蒙也可以或者是说一种这种兴趣的培养熏陶也是可以的。就那时候开始。至于为什么会搬到埔里，是因为我父亲啊，因为那个云林乡下在冬天的时候风很大，从这个台西那边海吹过来的风很大，又很冷。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父亲呢就会在房子的这个右侧那里筑一道这个稻草墙，挡风啊。防风墙。对，挡风墙。但是有一年啊，这个不小心呢，从这个筑这个稻草墙的时候掉下来，跌倒之后呢，就重点大概就比较有困难了。是。有困难，所以呢，
又搬到埔里来。那为什么搬到埔里呢？因为是我大哥啊，在埔里已经住了好一段时间了，后来就跟我爸爸说，那要不然搬到埔里来做小生意好。所以我会搬到埔里，是因为这样子。了解。记得您有在之前的访谈上有谈到说，其实您蛮喜欢这乡土文学，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大自然关怀的这相关的一些作品，可能也是跟这方面的一些儿时回忆是有关系。对，我想是有关系的，因为在乡下长大，像我小时候钓鱼啦，钓青蛙，钓青蛙很好玩呐，钓比钓也还好玩呐。钓青蛙是用蚯蚓呐，或者是用这个小青蛙钓大青蛙，钓了以后呢，放在这个瓮里面呐，然后钓了一定的数量，再来煮汤。哇，那个真的好玩又有的吃这样。那小青蛙啦，就种田的时候，犁田之后就整个青蛙，以前乡下的青蛙很多，听说现在也没什么青蛙，用钓的，用抓的啊，抓了很多青蛙，还有用炸的，然后那真的是青蛙大战。那后来就是说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这样子成长过程中有这些大自然的熏陶嘛，但是也有很多慢慢的接触到很多文学上面的一些资讯。那本来念日文就是您那时候的志愿吗？不是这个，所以我刚讲的是受到我这个小学老师还有他妹妹啊，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属于乙组，就现在的文组啊。是。那时候大概可以填的志愿有100多个。我只填了大概我记得是17个志愿。那17个志愿里面包括有几个志愿是，就是说万一分数很低啊，可以挤进去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大概10几个志愿，有14个，我记得有14个都是中文系的。大概只有3个是日文系的。这3个日文系为什么会填？其实不是我要填的，是我哥哥啊，那是我一个二哥啊，他是很希望我去念日文系啊，他说要我就一定要填上去，我不得已啦就填上去了，所以不巧啦就还真的中了日文系，真的中了日文系啊，是所以就不小心这个念了日文系啊。念了日文系之后，真的哇！我大一的时候都没有念书，因为根本没想到我会念日文系啊。而且那时候日文系，当然一方面最主要是兴趣，二方面其实那时候普遍是排斥日本日语的一个时代。还有一种这种抗日的这种情绪，有那情绪非常高。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你随时都可以听到日文，看到日本影片，不可能。公开场合也不能讲日文，电视上也看不到，也听不到日文。是在那个时代。所以我大一都没有念书。所以大2开始。对，大2开始呢，本来我想重考，那重考呢，除非到补习班去补一补，要不然也没有信心一定会考得更高嘛，对不对？但是那时候环境说真的不允许我再重考，那我也想说要不要转系，转到别的系。可是呢，那时候湖大日文系、湖大外语学院那制度不一样，要转系非常困难，因为一个学期是1学期还是1年我都记不太清楚。就是说，一个本科系的这个课非常多，共同科目非常少，所以你要转到别系，除非降转，就是说除非这个下降1年，要不然没有办法转，你才能再修他的那些课。对，要不然修不完，一定修不完。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大二的时候，我想一想，这种下去也不行，对不对？以后我家也没有什么财产那靠什么吃饭呢？靠什么吃饭？所以我想一想不行，所以就从大2开始呢，我开始念日文，就不得已开始要念日文了。对。那念下去之后，开始念出兴趣来了吗？是这样的啦，因为我们学外文都知道在某一个阶段之前，其实你要进入文学的世界很难一定要有一个程度，你才能够进入文学世界大2开始呢，我念日文还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日籍的老师，叫做岩土洋教授。岩土原来的岩，土地的土，洋是西洋的洋。是岩土洋教授，他已经去世了那时候他每个暑假都在普大那里开课，而且他也不收学费，也没有限制学生，社会人士也可以去旁听。哇！所以我想，我怎么样要把这个落后的进度补上来？对，所以我就暑假呢，我从大二升大三，大三升大四，2个暑假我都留在学校里面呢，这个听他的课。然后那个老师那时候是单身一个人在台湾嘛，所以下课以后也经常有时间跟着他，就带着这个书包跟在他后面跑。所以有一阵子呢，他甚至于夜间部他有课，我也跟着到夜间部去旁听他课。还有呢，城区部淡江的城区部这个也有课。他礼拜天的，我也跑去那里听他的课。这就是在那段期间这么样子密集的这个学习方式下，这日文就突飞猛进了所以那时候从暑假，因为一个暑假大概2-3个月嘛，2-3个月你继续念跟不念，那可能是乘以倍数。所以我大2升大3就把这个落后进度赶上来。所以我大3到大4，我其实不是只在意这个，就是只专注在课堂上的功课。但是我的考试呢，这个学校考试呢，我还记得有2个学期呢都是第4名。第4名。那差第3名只要0点多0多几，差的微小，但是从来没有挤进第3名就赶上了。那一个不一样的是，我平常都看课外书。我到了大4毕业为止呢，日文的课外书原文的我看了大概20几本。虽然不是很多了，但是我想应该在我们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最多的。对。那后来是怎么样的时空环境下面让您接触到翻译？这翻译也不是，这翻译是这样的我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出版社上班。出版社上班，我就接了一些翻译的 case。其实我更早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接过一些翻译的这个案件，当然那时候的翻译非常低。上班呢之后我也接了，后来呢，我翻译的这个稿费竟然比我上班的薪水还多。现在以我这种小译者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不，那时候我不是因为这个翻译费高，我是有量大。了解。翻译的量非常大。后来，因为我受到我刚讲的岩土洋教授的影响，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跟他一样站在这个讲台上，来教书，多好的，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大3开始，我就立志希望我能够教大学。但是呢，后来我当完兵之后呢，马上这个就搬回武大后边去住下来，去旁听他的课。我本来就是想，如果有机会当助教把忘记的这个日文再找回来然后呢，考教育协会奖学金考试，这样的话或许我可以到日本游学。就是因为那时候当助教好像就遥遥无期，这2位助教都不下来，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卡不到位。对，没有机会。后来就看一看人生，当然没什么希望，就想算了，我结婚算了，反正没什么搞头，结婚算了。怎么是这样才决定结婚？不是应该是和某一个美丽的女子陷入爱河，一定要娶她为妻，准备开启人生新的篇章的。那后来结了，妈妈没有听到吗？结婚之后呢，其实我大家也知道了，我这个一直想留学想教书这个梦，一直放在心上。所以有一天晚上呢，他跟我讲了，没关系你就可能的话就去吧。你妈妈这句话就是吃了定心丸，是妻子的成全和支持。那一个晚上，那时候我还住在基隆，我就很高兴。
马上啊，我是从楼上，那时候我好像也住在2楼，后来现在忘记了。下来，然后呢，到公共电话亭，我家里那时候没有电话，哦，公共电话亭呢打电话给我哥，我说我想去留学啊，想跟他借10万块，是，那他答应了。他答应了之后，当然所以后来呢，我干脆就把工作辞掉了，在家里翻译，在家里翻译那个一天呢、一天400字的稿纸，那时候是400字的稿纸，翻译20到25张。哇，那每天翻译的量很大。整天，因为你没有翻译到很大量，那稿位很低。我记得我刚开始他只给我个40块、50块，后来一直涨，到了90块、120块、150块。到我要去留学的时候呢，他跟我涨到1000至300块。哇，涨了300块，那时候来算是不低了。是。所以我后来一个月的翻译费到大概有3万块。哦，以那个时候来说，以那个时候3万块是比那时候的教授薪水还高。但是我翻译量很大，所以我整天呢，大早到晚上一直在翻啊。那翻译官总要休息嘛，有时候会要调剂一下。是。所以我记得印象非常深，我就去租了很多武侠小说。然后呢，对，翻译累了就稍微翻译一下武侠小说，调剂一下。所以我那时候家里经常摆着那个100多本的这个武侠小说在那里。那一段翻译的人生。可是说真的，那时候也意识到，很强烈意识到，在台湾不能靠翻译吃饭。靠翻译吃饭会有什么一个后果呢？因为你因为翻译费低，那你为了这个要拿比较多的这种酬劳呢，你必须翻译量要很多，你就不可能有机会再进修或者再充电。那最后呢就会流于这个停滞不前或者是后退。还有呢，你一直要算的这个字数呢，所以品质上就很难自我要求。所以那时候有好几个我们经常在翻，后来这些也都慢慢没有消失了。是。的确是两难，好像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尤其那时候不太可能是靠翻译吃饭。总是跟翻译有所接触，但是我并没有意识说以后要走翻译的路，或者是一定要翻译，没有。我从日本回来教书，有一个淡江老师已经过世了，他也讲，这个日文系的老师一定不要翻译，这个印象我很深。他意思说，你翻译可能就变成不务正业了啊，你就不会做研究啦什么的。这个说不定很多人还是有这种观念的。所以现在日文系的老师呢，很少人兼顾到翻译这一方面。那您自己认为呢？翻译，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升等制度翻译可能有的学校列为参考著作，有的学校根本就连参考著作都不能列入。那你说这个酬劳方面嘛，说真的，如果是一个专职的老师，他可能也不太需要去翻译。为什么？因为尤其是文学翻译，我们知道是花的时间是要最多，然后呢，这个报酬是最低的，比起其他领域应该是算是，其实不是最低也是偏低的。那这样的话，以时间精神然后呢来看这个报酬的话，大概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想去翻译。倒不如多写几篇论文去发表，对自己点数还比较有帮助。对，所以老师可以做这么多翻译，就真的很令人感佩啊。是啊，真的就是觉得，尤其像你孟哲还会读日文，但是我不懂日文，我真的就觉得非常感谢有好的译作，可以带领我到不同的世界去。林教授，那您自己个人，身为一个研究者，或者说身为一位读者，翻译这些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带领您到怎么样不同的层次去认识这些作品？这个翻
翻译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翻译是深度的阅读。我想这句话绝对是可以成立的。是。有时候我们只是看看光是看看所以说阅读不一定会了解到其中的细微的部分或者是它言外之意不一定会读到。所以翻译为什么会一定要去思考，会碰到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它是有双关语，或者是它言外有言外之意。如果呢我们没办法去深入了解的话，你就译不出来或者是有2种意思，甚至于更多的意思的时候，你必须去选择其中之一，这个就是你必须思考、必须深入思考的地方。您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哎呀，说真的翻译是说真的，翻译也是一种享受。当然不会演的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译，这个经常有。其实不知道怎么译才好，这个课题呢，我想是只要我翻译一天，这个课题永远存在。是。因为没有，我大概就想，没有人说会对自己的翻译都觉得非常满意的，总是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把里头的精髓的地方用中文很适当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那刚提到这个从翻译里头得到什么？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就翻译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远藤周作的，一个是谷崎润一郎。是。远藤周作的，如果看过他的书，他知道他是天主教作家，他一辈子都是以宗教为主题创作。这个是在日本当然有不少的以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为主题创作的作家，但是呢，从没有人是一辈子都以这个宗教为主题创作。当然有些的作家虽然是跟宗教有关，但是比较偏向是在歌颂这个天主的，或者歌颂天使。但是远藤不是，远藤宗教为主题。不过呢，他讲宗教作家跟一般作家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其实相同的地方是在哪里？相同的地方都是在描写人就是一样的，所有作家都在描写人。但是呢，不一样的宗教作家不一样，就是说在他的作品里面，在结尾的部分不会让这个主角就完全没有希望死掉，就一定会有给予这个主角一道曙光，让他可以继续重生或者继续活下去。他说这个就是天主教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是。那远藤还有他的作品里面呢，他有比较纯文学，也有比较是一般的。尤其纯文学方面呢，他到晚年最后一部小说是《生和》，这一部小说在台湾已经卖了到5万本左右。生和到了生和之后，远藤已经摆脱了这种宗教的人为制度，已经超越了宗教的人为制度，朝向一个共同的一个造物主。我们讲就是说各宗教上面的一个造物主，也就是说这造物主呢，在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面貌出现。譬如说在基督教就以基督教说天主教是以这个耶稣基督出现，你在回教呢这个是以这个不同的面貌这样出现。那他们共同之间其实都是爱。虽然这个爱呢是有一点老生常谈，不过呢，宗教真正的精神、真正的本质就是爱，爱就是世人所以我就从他的这个作品里头就得到这爱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即使我们不是有这个宗教信仰，也应该要有这种爱这种胸怀、这种精神。另外呢，我从他的比较是通俗的这个小说里头，我得到的是什么？他有一部小说叫做《我抛弃了的女人》。这部小说呢，写的就是一个出身非常低微的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女孩子，叫做蜜生田蜜
那他认识了一位大学生，在他那个时代，小说的背景的大学生是非常稀有的，认识了一个大学生的男朋友，跟男朋友不怀好意了，跟他约会呢，就是要他的身体，后来得到之后呢，就不甩他了。那这个森田蜜呢，后来辗转了去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行业了，就是到处去帮助别人。后来他被检查误诊，以为他有得了麻风病，这是误诊啊，误诊。那他到这个麻风专门的医院呢去接受检查，检查证明呢，他没有麻风病，但是本来是可以回到一般人的生活，但是在那里呢，他看到了麻风医院里头的修女很辛苦，还有这麻风病人在那里住在那里。他们养鸡啦，鸡生鸡蛋还有种菜啦，自给自足。那个鸡蛋呢，它是送到这个镇上来卖。如果是麻风病人那卖的这价钱比较差，因为大家看这麻风病人就比较不容易接受，所以他就立志呢留下来，帮助这麻风病人。那最后呢，他有一次抱着一箱的这个鸡蛋呢，到这镇上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子撞到了，结果昏迷就送到医院，在他这个唯一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口中念的是那曾经跟他有过交往的男朋友的名字，所以也能借着这个说，这个森田蜜就好像比如说耶稣基督一样。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或许不经意的跟他有过接触，但是一定会在你的人生里留下一些足迹，留下一些影响。所以那个修女就把这个事情后来用书信寄给那个她交往过的男朋友。结尾的时候呢，小说的结尾就是说，如果世上还有圣女的话，那么森田蜜就是圣女。他这个一个小说的写法就是，刚开始这个主角从这很卑微的这种地方开始，可是不知不觉之中，到了这个小说的末尾，其实这个很卑微的人物已经到了我们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一种境界。是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他那里头呢，当然一个就是说，凡是我们走过的，必定会留下痕迹的然后一个就是说，里头也提到了其实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平凡就是幸福，平凡就是幸福，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因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我们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不对？还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忧愁苦恼，就想的都是50年100年。当然，忧国忧民这样子。对，这个忧国忧民也不是不好的对于这个部长级的总统当然你要忧国忧民嘛，对不对？现在，但是呢，对于这个老百姓一般平民百姓，我为什么要忧愁那么多呢？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因为写这些文学作品，以前就是要当官的。因为科举制度，那就要当官写文章嘛。对啊，因为科举制度嘛，所以就是他当官，当官以后就是要经世济民的，所以他要有这种高超的胸怀，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们都影响所及，所有人都是这样想嘛，对不对？都想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讲一般百姓怎么会先天下之忧而忧？所以我们忧愁非常多，这个我是觉得非常不好。还有人一定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那我请问，什么是大事？对不对？什么是大事？有那么多人可以做大事吗？或者是每个人的对于大事的标准跟定义也不一样吧？对呀，还有一个那么压力那么大，没有错，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一种观念，岂有忧足事？这搞到就是只有这个。中国文化传统之下才有这种观念，日本人他不是，大学走学术，他不会说我走学术走一走，然后我去当官，没有这回事，这是2条不一样的路。那我们因为受这种传统影响所以总是认为谁有忧则仕，所以官是比学者要高一等。
做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子，再回到这个学业里，这普遍的这种价值观就在这里。这个这是传统，你要打破也很难。是。对啊，谢谢林教授很精彩的分享。但是林老师是国内的远藤周作还有谷崎润一郎的翻译权威嘛，所以想要听老师再多分享一点这2位作家他们谈了也对他们2位感觉风格以及表现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自己读过几部，我觉得像是远藤，像老师刚才讲的以爱以人为这个主题的描写。那谷崎润一郎呢，2个人正好都到了晚年的时候，一位写生和，然后一位写的是疯癫老人日记，然后表现的是自己进入迟暮之年，那身体也不良于行，但是对于这个女体，对于这个爱情的这个如沐仰望这种官能的描写，那跟相对于这个远藤他的更一种宗教性的描写，或者是一种普世性的描写，又不太一样哦。所以想请老师再分享一下。这谷崎润一郎这写的小说里面啊，最正常的可能是戏谑，戏谑啊，戏谑一种美的故事，对，好像感人型的，对不对？一般大众可以对，比较大众接受度最高的，而且就是说也好几次拍成电影了，也很受欢迎了，是个姐妹的这种感情。其他的好像我一般看的都奇奇怪怪，还好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不是，大概这个不能这个翻译不能出版。他的有一部小说《剑日记》，剑就是钥匙的意思。是剑这一部啊，即使在日本当时也是受到他们的国会议员的抨击。怎么可以这个写这样的惊世害俗？对，所以连日本都已经有这种现象产生，在台湾，如果是那个时代，大概也不行。是。不过这个我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是，因为我们人的这种爱情或者爱，其实是很多种。那谷崎润一郎本身他，在他那一篇这个算是小说，也是作战性比较强的一篇小说，现在台湾还没有翻译，叫《神童》里面。神童，他是说他其实生下来是要歌颂人间的这种爱，这个人间的美美，所以他把这种爱情也视为人间美的一种。那爱情有很多种，所以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木泽刚提到的，他晚年的《疯癫老人日记》是《疯癫老人日记》呢，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公公对媳妇的那一种爱。是，但是那种爱其实呢，我们仔细看里头是没有真正牵涉到肉体之间的碰触，没有，就是那种出自那种那种爱。人无论活到这个什么年纪，我想对于爱情都还是会有，只是说有时候有的人会把它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只是放在心里，有的人只是存于这个欣赏程度不一样，但是都是有，都是会有。所以这个《疯癫老人日记》呢，并不是真正他跟他的这个媳妇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其实是没有的。他真的有一个媳妇没有错，但是那个跟那个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最后呢，他把他的媳妇呢，脚用踏本，就是踏印，踏印之后，他说这个他死了以后呢，用这个坐在这个坟墓这个墓碑，然后呢，踩着他，就这媳妇的脚踩着他，踩着他，这踩着他，他感觉到一种快感。当然，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比较是少有人的一种快感。我是觉得谷崎润一郎这个人应该有练足癖，他很多小说里头有足的，对脚呢特别有兴趣。我想他现实生活里头应该也是有练足癖。是不是也有恋母癖呢？恋母不是恋母是吧？对，他仰慕母亲，因为他母亲很早过世，这个是可以成立的。有这个恋母恋母的地方，这也是有。另外他喜欢吃美食，当然吃美食，所以他吃得胖胖的。又喜欢美女，所以他几个太太正式的这个婚姻有3个你看他照片都看得到。
其实3个都很漂亮。是。所以他吃美食娶这个美女，所以他就毫不讳言的写的是什么？写的这个一方面是对这种美，的一种追寻，一种美的描述。所以刚回到《疯癫老人日记》呢，到最后他已经脱离了一般肉体的接触，他是这种心灵的一种爱，而不是肉体的一种控诉。即使我刚讲的他那个剑是钥匙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以这种日记体，一个40-50岁的教授跟他的太太之间的性方面的一种斗争史，这彼此都写日记，就写日记，然后呢，就表面上是不让对方看，也不屑去看对方，其实都偷偷看。然后呢，在日记里头写着对对方的一些性方面的要求啦，两边看这个真的很精彩啊！我觉得非常有情趣的，是非常精彩啊！是，但是你看他对性的描写他这个很高明他从来没有一句话或一个字眼是写到性器官方面。那真的很厉害。真的是写他是写着描述那个气氛，让你会感受到。那相对于，比如说。渡边淳一，因为他是大众文学的一种写法。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你看他那个描写，就好像我们看那种 A 片一样，是非常露骨这个你看过的话就知道。所以这种古崎润一郎的高明的地方是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不能是我们不要以他比如说里头的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就觉得他很低级，其实他不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这个解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记录的这种解密，1要50年以后才可以解密。已经解密的部分就知道，他甚至有5次是已经进到最后5个候选人里头的，在讨论的。所以如果他可以活久一点，说不定他是有机会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以前现在我不知道，在我看到资料比较早期的古崎润一郎在美国的翻译也是日本作家里头是最多的。所以古崎还有一个古崎，你看他的描写，真的他很好看，因为他的这个文笔非常好，讲故事能力很强，而且他有加入一种侦探小说的一种手法，所以你就会看一直有那种吸引力，让你引人入胜。对，就是说让你一直想看，一直看。所以我翻译他的就觉得很愉悦。为什么？就是看很有趣的这种小说，我会想一直翻下去，看他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对，虽然他写了一些奇奇怪怪，但是呢，他的这种描述手法又不一样。即使是不伦，他的笔触不会。有这种良心或道德的谴责，这种描述完全没有。即使是比如说，好吧，你是受害者或者加害者，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共犯完全都没有这样加害者的意思、受害者的意思，完全没有受到谴责，所以你看他的根本没有负担。他把很多的自由给读者。这个话完全可以成立了，就是说个人阅读都是依着自己的经验，还有对这个人生经验，还有对作品的理解去揣摩啦，或者是享受啦，这种作品中的不管是你比较是靠近男主角或女主角什么的，我想这个都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呢，因为人世间的这种爱本来就有很多种，有一些是。我们希望有或者憧憬，但是呢，我们不会去做或者不敢去做的。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存在？透过这个小说，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一种补偿，或者是。但相对的，譬如这个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的作品呢，你就会有这种很闷。为什么？因为这种良心道德意识非常强。就感受到那个良心的谴责。对，这个挣扎啦，或者是谴责啦，或者这种压力当然你看了这种感受，一方面也证明川端康成的高明的地方了。我意思不是因为很闷就说不好，不是，
因为很闷也一方面就是说表示他写得很好，会让你感觉到很闷。但是真的这个川端哦，一些小说里头也是很高明，尤其他掌中小说啊，短短的，我翻成一部我已经翻成中文了啊，有时候400-500字啊，哇，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这个小说，真的是非常厉害。您翻译这么多这样子的经典的作品里面，哪一个你觉得翻起来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挑战性，我真正的挑战要做的还没有开始。哇，还没开始，好期待哦！之前只是小菜一碟，也不是说小菜一碟啦，就是说我这辈子还有想翻的，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也不知道。哦，是比较偏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对。哦，因为之前有一个出版社口头上都已经答应要出版，是。但后来人事更迭啊，而且我跟他提，我说我可能要5到7年的时间，他说哇那太长了，那太长了，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约很难签了，因为台湾呢大概都是走的比较短线嘛，您说台湾走的比较短线，相较于比如说以日本来说嘛？对日本，对以前日本我所了解的日本，有时候它像一部字典，它编了几十年了，或者说一个系列的套书的话呢，它可能一签可能就10-20年了，都是这样。但台湾你说约定3年后出版，5年后出版，我看大概就很少了，我就没有听说了，我不知道，当然或许有了，但是我没有听说。是可以透露一下应该是大部头的事。是啊。对啊，这个能不能做到？如果这个不能做到，也是蛮丢脸的。那到时候等到授权访问好消息这样。